这几日中南部直直在上雨，云林高溪的草岭村因为有土石放落来出现崩山湖，昨这个湖是已经有较消水啊，也毋过受到西南风也有低压带影响哦。今仔日包括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也有高雄、屏东和台东，有部分的地区是停班停课。目前，为华南到台湾的东方海面是一个大低压带，在大低压带内底环境真无稳定，开乎对流系统发展。另外，台湾附近吹西南风，水质方面也有落雨情形。初到初早这2日的累积雨量，高屏地区有机会到400到600毫米。气象署也启动大规模激烈大水河作业。白天，整个南部及金门的降雨还是相当的持续，而在北部以及宜花地区，降雨的状况会稍微趋缓，有一些雨势上的空档。不过，在明天的中午过后，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局部雨势。受到最后影响，云林县高溪草岭国小今日停班停课。嘉义县部分的学校是停课，台南市12区停班停课，高雄5区停班停课，屏东县北原乡甲板洲乡也停班停课。连日大雨，云林县高溪乡草岭村土石崩落出现崩山湖，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会勘了后，初步研判崩山湖蓄水量比阿公店水库较大，相关单位因公时间的比赛，要伫崩山湖对下边村造成威胁的时阵做好警戒。下边有居民。因为阮的计划是讲，看会当较路开，互水会当顺利阁流出去，无下边有迄人大的居民。崩山湖是伫个云林嘉义交界清水溪水头所在，高层坝长310公尺，悬60公尺，总体积215万立方公尺，蓄水量2245万立方公尺。昨暗时6点10分，已经有自然溢流进行。咱希望讲这个颜色我造成咱比较大，咱平的危害。气象署提醒，今日中南部地区依然有明显的落雨，新北南部地区不排除大水雨，西半部多是晚流，沿海较低所在爱细致可能会淹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